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4日下午嘅客家清新闻，我係陳彥祖。這個嚟關心武漢肺炎疫情嘅清新消息。今日下午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呢，係由將來交通部觀光局嘅副局長鍾志聰副局長來同大家呢係來到現場。喺面呢有針對一個觀光一部分會有清新嘅防疫措施呢，等家以下就會第一。喺個今日談講，關於目前增加嘅武漢肺炎確診案例，而家呢就來談指揮官陳時中同大家帶來說明。所測的是我們交通部觀光局的張副局長，好，然後在過去是我們醫療應變組的王必勝王副組長，那在我右手側是我們社區防治組的莊立祥莊副組長兼發言人。那現在就請我們指揮官跟大家報告一下，那我們今天工作的一個進度。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們，大家好哈。那可以說經過了25天，25天沒有零確診案子哈的煎熬了哈。那每一天平均都大概將近14。好，那我們今天哈跟報告，今天我們是零確診。好，從上一次的零確診，我記得應該是3月9號。好，3月9號那時候是零確診，3月8號、3月9號都零確診。那3月10號我們開始46號、47號從荷蘭回來的，然後到現在到昨天393案，那今天是零確診。好，那當然疫情還沒過，不會說一天的零確診，我們以前也很多次的零確診了哈。那不過還是值得大家稍微高興一下了哈，希望能夠繼續的維持。那總共我們今天到現在為止有124案哈解隔離哈，124案解隔離。然後另外在昨天跟大家講說要這個口罩哈，大概是我們大概明天4月15號到4月17號。好，那所有的小童4月8號小童是4歲到8歲了哈，4歲到8歲，這種小的小於這種長度小於8公分，寬度小於12公分的小童的口罩，未來我們就不在藥局裡面來販售，全部都到網絡來做預購，那要預購的呢，當然是要16歲以下的才能夠登記預購這樣小童的口罩。那另外在下禮拜到4月23日起，開始的時候，我們在藥局還是恢復到原來的16歲以下才能夠買我們的兒童的口罩。那大人仍然只能買大人的。好，那主要的是在這段時間裡面開放了之後，那大人買小孩的口罩相當的多，有一點不太平衡，所以我們是恢復原來的一個限制。那不過小童的口罩都在網絡上面可以再來買。那我自己也不知道小孩子的這種8公分到底有多小了我特別去拿了一個大概是這麼。這是對折的啦，所以它很小，它很小，大概是應該是對中間，戴起來它這麼小，非常所以它很小這樣子那有這也是小童的平面嗎？這是小童片，是這麼小的。我主要應該是這樣的一個立體的口罩比較多，大概是這麼小的人家說它這裡是大概只有8公分嘛它這裡攤開12公分嘛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大小的尺寸。然後另外我們大概對於歐洲、美洲再回來從那邊有這樣的14天內有歐洲、美洲的旅遊史的。要返國的時候，登機前的時候要主動出示居家檢疫的資料，不符合條件者需要入住防疫旅館，
好，所以大概这两个，第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前2天我们都已经有再三在宣导哈，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单独的房间，没有单独的预测，好，然后第二个家里面有小孩子哈，或者是有慢性病或是老人家哈，那这些都比较不适合。那这样的不适合的情况下，那可能就必须我们要求要入住我们的简易旅社。那这样的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就是从4月18日的0时起，4月18日的0时起按照说是礼拜6只要是礼拜6入境的都要了他可能在4月17号就会登机，在登机前我们就要求要出示这样的一个证件。那如果你家里上里面是不符合我们这样的一个在家里面检疫的条件的人，而跟我们这样的一个虚报福报，那我们就根据我们的居家检疫不符合居家检疫的10万到100万开罚。好，那至于就是说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检疫旅馆，我们这个交通部也做了相当的一个准备。好，那是不是我们交通部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好，谢谢主席哈。有关交通部这边做重点的说明啊。有关防疫旅馆的部分我们非常感谢22个县市政府、直辖市政府都非常努力来鼓励我们辖内的这个旅馆来参与这个防疫的工作。那么目前呢，房间数呢已经超过6000间目前的住宿率能够进驻到防疫旅馆大概入住率约30%所以在房间的供应数呢应该都够那么我们也会持续辅导建制这个上限的这个房间数来满足未来需要居家检疫者的需求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在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市的部分呢大概已经超过2500多家那会比较数量的需求会比较多那我们在2500多间，抱歉那我们这些的防疫旅馆呢观光局这边也都有编列预算来奖助参与的这个旅宿业只要每入住一个房间每人每日呢我们就补助他1000元那么另外我们在给地方政府因为要交入这个防疫旅馆必须能够遵守地方防疫的相关的规范那么也必须照防疫的指引来做一些讲习训练那他们有需要这些的消毒环境清洁的器材，我们也透过对地方政府的补助来转补助给他所辖内的参与防疫的这个防疫旅馆那至于怎么去定呢目前我们也已经在交通部观光局的这个网站上面呢有一个台湾旅宿网那么这个防疫旅宿的专区里面呢已经有把这个系统建筑出来那么因为防疫旅馆这边有些的旅宿业啦同意公布让大家知道哪一家是防疫旅馆，那有一些的旅宿业啦还不同意的那我们都尊重。那么至于说同意公布的话，我们在台湾旅宿网里面呢就会直接加注然后让需求的这个民众需要居家检疫的直接可以上旅宿网来订房那么如果没有公布的那我们也跟我们地方政府各当地的县市政府也建立了窗口那么这个联系窗口呢它可以在台湾旅宿网里面点进去如果你是想要在台北市的，你点进去就会到台北市的窗口，那由他们呢来直接进行这个联络跟媒合好，那我想大致上大概我们现在目前的座位大致上是这样的。后续如果有再增加，我们随时会更新台湾旅宿网的这个网站跟联络窗口谢谢。好，我们谢谢交通部好，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那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交
长官好，台视提问，想问一下说，就是昨天公布的这个393，还有384这个夫妻，因为他们其实在国外都有接触到确诊者，甚至都已经发病。那想问一下说，未来这种情况是要怎么防范？就是说，因为他们只要自己搭机，就还是会接触到其他的旅客嘛。那会不会是说，可能在搭机前，如果他们没有自己讲的话，就要罚，或者是有没有特殊的方式让他们回来？然后另外想问他说，这个384他自己本身有没有这个健保，就是跟393一样是属于没有健保身份呢？那另外针对这种没有健保卡，那现在呢都是政府来买单嘛？那这个预算的部分会不会有上限？谢谢。大概2个问题哈，就是说有相关的接触的情况，是不是就要禁止他回来？这是一个问题嘛哈。那当然，我们这样相关的一个资料并没有办法得到很完全。那每个国家对于接触者的匡列的情况各有不同，所以很难从这地方来做。那因为它没有被匡列，所以并没有一个在法定上必须被隔离的一个效果跟要求在。那只是可能碰到一个相关可能会有确诊的一个情况，而有一些相关呼吸道或等等的一些症状。所以在这里面不能就是说就以这样子来判定，就是他就是已经一个确诊者。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对于相关症状在进来的时候，我们不会很贸然的去认定说他来隐瞒着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在边境或者很多情况的疫调，还是要大家诚实以对。那如果在诚实以对里面背后加了太多的一些处分，那坦白讲，这诚实以对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那没有诚实以对的后面的一个大打折扣之后，它的一个代价就变成我们要去做一些很大量的一个普筛，那可能效果还不见得比较好。是在这里面我还是要呼吁，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在做疫调的时候一定要诚实以对。我们只要诚实就好，我们怕是不诚实了。第二个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的社会对这样子有相关的症状，然后回到台湾这样的人非常的多，那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想，我们每一天在健保上面，我们就看到15、16万到40万的一个每一天的呼吸道的就诊的人数。这些人不会都是，这边我们在这个礼拜来看下来，我们大概只有1个是而已，而且那个还没有就诊，所以这2个不能把它画上等号。那我觉得大家齐心来防疫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费用不管他有没有健保，不管他是国人还是非国人，只要在台湾确诊的。我们都会用国家的力量来治疗它。对于国人，当然基于我们对国人的照顾；那对于外国人，主要是基于社会上世界的一个互助。就好像我们在钻石公主号相关在日本确诊的，那也是在日本他治疗。那万一在相关的国家，他会在台湾被确诊，那就在台湾治疗。一方面是大家互助，一方面是避免这些确诊者变成是一个国际的人球，因为他确诊了之后，那是要来载，那每次要医疗专机来载，那成本整个世界成本很高，那每一个国家都把他的一个社会或世界的责任尽好，那这样在世界上的一个扩张就会变慢来，所以这是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要做的事情。长官好，就是想问说，那这个美国这个384这位老妇人，她在上机前的时候，因为已经有出现这个腹泻的症状，所以如果以后遇到有类似的状况的话，是不是可以拒载，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就是避免他们成为这个疫情的破口？那再来想要请问的是说，在4月4号新增的案364境外的30多岁女性有出现肌肉酸痛的症状，那近期在大陆湖北也有男子出现就是肌肉酸痛症状，没有伴随其他症状，那这个部分是否有观察到说有比较多的个案开始肌肉酸痛，以后会不会考虑把这个列入一个就是把它列入这个症状的考量？这样。
刚要讲哈，各种症状列入考量都会了，但不会说有一个症状你就把它当做就是说，已经就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武汉的肺炎了这是两回事。我刚才讲说，我每天门诊人上百万，台湾每天每一天看门诊的要上百万，各种的症状都有。前2天也许我拉了一下肚子，我不会认为说我已经有武汉肺这样，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去就诊。所以这情况就也不需要到草木皆兵。那有担忧的话，那应该去寻求医疗，让专业的医疗的人员帮你来判断，那做最好的选择。好，那张教授有没有什么意见？好，我们从一开始就发烧、呼吸道症状以外，其他还有一些症状都也有注意到嘛，包括少部分会有食欲不振或恶心呕吐，然后有一部分也会有腹泻，那会有全身倦怠，这也是有被一部分的病人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状况，然后那肌肉酸痛。那倒是不是那么常见哈？那也许极少部分的病人也有这样的描述。不过我们并没有看到说肌肉酸痛是特别的有增加，所以要特别把它列到一个我们的通报定义里面。你好，大家是想要请教部长之前有说，就是小朋友的口罩是会有1个以上，可不可以再请部长帮我们说明现行的儿童口罩有哪几个尺寸以及适用的年龄？另外想要问，为什么今天公布的是只有挑小童，也就是4到8岁的年龄这部分的口罩可以开放网购？想请问考量，谢谢。因为这个口罩相对在里面分配的也比较少了。分配也比较少，所以你很难在药局里面做一个适当平均的分配，而且通用性也比较低。那大致上大概有这几款嘛我大概知道，儿童的平面的口罩有儿童3D 的口罩有大于8公分的，那有一个比较大的大童的口罩。那很多的一个成人的3D 的口罩也跟这大童的口罩差不多。那还有刚才我所出示的那个小童的3D 的口罩，那小于8公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天新闻长官好，这边想请教一下，基隆妇人有一家就搭小黄去看医生，结果夫妇都确诊。那这个按209跟按246，想请教他们接触者到底有多少人，都过隔离期了吗？另外他们是曾经搭小黄到台北市的哪一家医院，这可以公布吗？那所以他接触的匡列者也有包含小黄司机以及医护嘛？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担心说这个居家检疫就是出现防疫破口，我们未来就是要怎么样防范？第二个问题想问说，这个瑞德西韦目前台湾使用的患者有多少人？因为上次说有9人，现在有没有在增加？以上，谢谢。好，我们最近有再增加1例了，那不过这个有关于临床试验进行中的原则上我们是不适合再讲的太多了我们当然搭配着这个这家公司在亚洲跟美国、欧洲等地所做的这样临床试验，我们一直持续在进行当中。有关基隆这一案主要是因为在居家检疫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外出的话，需要经过卫生局的安排，所以他其实是因为卫生局这边有请他，就是希望在这个基隆的采检医院来做采检啦。但这位妇人她可能就是不希望在基隆这边采检，所以直接跑到台北市来。但因为他坐的是这个计程车的部分，我们当然也会去做后续的一个追踪。不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后续的一个个案发生这个被感染以上报告。
长官好，我刚刚呢，中央旅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佢就同大家宣布的一个好消息，就讲近比国内并冇新增加嘅武汉肺炎确诊案例，也咪係對3月初9到今嗰102日台灣再個出現嘅冇確診嘅案例情形咯。佢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講到嘅針對案樣情形，大家呢做得歡喜一下。我哋係呢位提倡鄉親朋友哦，就講一下呢疫情忙真正結束，嗰種呢大家呢係係為較強心地位為自家來做好相關的防疫措施。韓國有針對最嚴嘅部分，佢近比沙來呢又會有新嘅最嚴嘅措施，買最嚴嘅措施哦。就係講呢，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講到嘅，對新嘅15，咪就係對天公嘅意思，所有呢4歲到8歲一個成人呢，佢都用嘅最嚴嘅，都話用名錄來開放本人來買。就係講4歲到8歲一個卡細嘅成人呢，一條最嚴嘅都係啲名錄行爭買到。韓國呢，啲先前呢，認真有一道民眾佢都係表示講，認真佢都免係卡細，嗰種呢為睇人去買一個成人呢最嚴嘅情形來發生咯。佢主要先前有同到家長反映講，佢哋呢為去要求買一條成人呢用最嚴嘅時節，其實都買唔到，認真呢就不會同到睇人買去嘅。嗰種呢指揮中心就進一步宣布講，對4月23，咪就係對下2禮拜4起時，所有呢為買兒童最嚴嘅時節會有年齡嘅限制，為16歲以下才買的，佢家條呢為看下健保卡資料有合符16歲以下相關規定冇，係講有合符就會留一個最嚴買本年哦。那麼呢啲針對邊境管制措施一部分，咪有新嘅措施為提倡大家為注意，就講指揮中心就有講對4月18建議起時，咪就係對亞禮拜6，所有對歐洲、美洲、亞兩個國家、亞兩族來入到台灣嘅民眾都係先通報，假使呢也不卡有慢性病，韓國有老人家、有成年嘅人，早前呢都係去到防疫旅館都方來居家隔離哦。佢一下呢會有安尼措施，主要係驗證一下歐美各國嘅疫情係有較嚴重啲嘅。故所呢為到保護英國人，故所指揮中心呢就宣布按用嘅進一步嘅一條居家隔離嘅措施。佢一下呢睇下新冠是咪講，主要一條居家防疫旅館嘅數量有那麼，指揮中心就講嘅，也全國登記嘅防疫旅館已經有6000人間嘅，也差唔多呢就用嘅3成嘅量嘅，故所呢一下呢本一啲歐美國家入境嘅民眾來係完全冇問題嘅。為咗鼓勵呢一啲業者、飯店業者來多來使一啲防疫旅館，故所呢指揮中心沒有提出相關嘅補助措施，假使呢一啲旅館業者有提供本人來做防疫旅館會補助大3年已經檢防1年1000元按用嘅補助措施，希望呢來提高國家都方嘅防疫能量。以上呢就NGB 同大家整理嘅重點，繼續來看記者會嘅現場情形。地圖上面知道說，這個地方還有什麼樣的口罩，然後另外小童的我們就直接去網購。好，那講一方面減低我們配送的這樣的一個壓力，也減輕這個藥局裡面大家來買不同的時候，有時候給錯了，或者說給到不是需要的，產生的一些困擾，那我們逐步會來改善。大小，剛才那個小童是8公分，那這個有各種不同的，大概有小於8公分的，那有9.4公分的、9公分的，很多種。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大家等一下可以來參考一下。也是因為這樣就變得很困難了。部長好，想請教就是我們知道在那個 SARS 的經驗之後，美國建議我們台灣應該要有防疫醫師。那最近就是看到說我們打算在新建所謂的防疫中心，要新增更多的 P3 等級的實驗室。所以我想問的問題是說，在當時的 SARS 我們有一個經驗，就是要增加防疫醫師，而這一次的這個武漢肺炎的事情，有沒有讓我們防疫中心需要在未來規劃增加什麼？比方 P3 就是一個指標，或是有其他的一個經驗嗎？謝謝。有，我相信沒有組長很久以來的一個
哦，我们的这个防疫中心呢，的确是花了蛮长的一段时间。那的确是它在里面的空间的格局不太够。那同时呢，我们的一些实验室的空间也过于狭小。那另外的那这样子的，因此我们所能做的非常有限。那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会扩增我们的实验室，比如讲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P1， 只有一个 P3， 那因此呢，我们能做有关于这些病原体的分离这些工作是受到相当的限制。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会就多设几间，那我们全面的对于不管是细菌、病毒或者是其他的的病原体可以来做进一步的一个研究，或甚至是来开发出我们所需要的一些相关的检验的一些试剂等等。不好意思，工商时报提问。第一个想问观光局的部分，就是说，因为我们观光局今天上午有公布，针对观光业的纾困2.0的方案这样子，想请教，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观光业的这纾困2.0是预计投入多少预算？那渴望受惠的业者数量跟员工数量各是多少？那第二个是询问是之前经济部说希望要推这个数位折扣券，那因为之前说希望是大概4月可以上路，不过因为之前清明连假期间疫情有升温的疑虑，那所以说经济部是说希望要由这个指挥中心来做认定。那想问一下我们指挥中心，我们有评估说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放行这个上路吗？谢谢。好。首先，观光局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下纾困2.0的部分主要的受益对象还有它的金额了哈。那受益对象呢，主要当然就是观光局主管范围内的观光产业也就是有观光旅馆业、民宿还有我们旅行业以及没有雇主的导游、领队，还有带国民旅游团体的领团人员为主那么在这个发放方面有几个方式比如对产业界因为受疫情的冲击，那么他们在营运负担上负担最重的大概是税金的问题薪资的问题还有租金的问题那我们用一次补贴的方式来给产业界做纾困的一个救济那另外在从业人员的部分也会给他做个别的这个薪资的一个补贴就是补贴业界给付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的薪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的产业必须保证我们的从业人员具有80%薪那么由政府来补贴80%薪中的40%那么雇主呢负担40%那么最高一个人可以到2万块然后连续这个共3个月那另外导游领队部分呢，因为没有雇主那以此为生的在符合有这种专业条件专以此为业的这个部分呢，也会给予每个月1万块的补贴那么共3个月那另外我们在观光游乐业部分因为受疫情的冲击在这期间呢有受到很多团体的解约它有退还这个部分也另外编了2亿左右来补贴那事实上我们在金额的部分呢金额比较庞大，应该是观光旅馆跟民宿的这个旅宿业总共大概有9万多人受益需要54亿另外旅行业部分呢大概有将近4万5千人4万5千人左右那有26亿左右那另外我们观光游乐业的人比较少，大概6000人那么都有3.6亿元那我们有另外还有这个导游领队领团约2万人大概6亿所以总共受益人数呢将近16万人那么从业人员以及这个产业总金额约90亿报告完毕。很多政府都希望在这个非常困难，因为整个的社会的活动都减到相对的低，虽然台湾相对于世界各国都还算是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全部都关闭掉，但在像这样的一个低的情况之下，那必然是要让大家能够渡难关嘛那渡难关，那这是一个纾困。
那我们指挥中心的最大的一个责任在，好，就要让大家先脱困嘛。好，那脱困就是怎么样把疫情能够在我们的控制的范围之下，那脱困的的越快，那纾困需要就越低嘛，然后振兴就需要越多嘛，那整个社会让它活络起来。所以你刚才问我就是什么时候要开始，我没有办法预估这时间，但是我想说我们的责任就把疫情能够控制的越好，让它能够告一段落在我们的控制的范围之下。好，那当然就会让这样的一个就启动另外一波，就会更早。不好意思，联合报提问，因为我们这边理解说，就是儿童口罩最近比较缺的原因，那我们想要问一下说，不知道指挥中心这边是否方便公开一下，就是4月9日新制上路前后儿童口罩的一些数据，可能包括新制前的儿童口罩库存、平均每日配送量，然后售量，以及就是之后14天10片的新制上路后1周，我们儿童口罩可能库存跟平均每日配送量以及销量，我们想要做一下比较。那接下来还有个问题是想要针对我们今天公布对于欧美防疫的新制里面，其中有提到说要求入境的民众，就是过去如果有14天有这个欧美2周的旅游史的话，在登机前要出示符合居家检疫条件的资料。那想要请问一下这份资料是什么？以上，谢谢。好，我详细的数目我记不起来了那不过呢，我们大概在上个礼拜4开始嘛那第一天的儿童的销售的口罩是270万多了，270几万。那到昨天是大概118万。换句话说，他能够获得口罩的，在这几天里面是从27万人到等于是将近12万人不等。但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数目。那我们的配送大概每一个制药局大概是20个人，那20个人就是200片嘛。200片呢，我们大概总共有6600，大概28家。那每一天有上线的大概是6500家，那200片我们乘看大概是130万片吧，是这样子。应该没有错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还有一题是说，那个我们对于欧美防疫新制就提出说需要登机提出那个符合居家检疫条件的资料，这份资料是什么资料？谢谢。我刚才讲就是他要能够有能够一个独立居住的一个空间，那是一个独立的卫浴，那家里没有这样65岁以上的老人，不能说老人了长辈。那小朋友小于6岁的小朋友，那没有慢性病的病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那这属于就是这也是诚实以报了没有诚实以报，而家里面有另外的人这样的相关的人等的时候，那我们就会予以处分。中天新闻这边想请教，就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基隆夫妇一家好像有一个部分还没有回答到，就是说。接下来就是说居家检疫是特别要注意到的，但是现在居家防疫这边出现破口了，我们到底要如何加强防范措施？然后再来就是今天零确诊，那就有医师说从疫情的趋势图来分析说，推估台湾的疫情高峰期已经过了，我们这边指挥中心怎么看？谢谢。你刚才说哪里什么破口，我听不太没有清楚。居家检疫，就是因为这对这一家4口跑出去看医生了，跑去台北看医生，对，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刚刚有说过了，它其实是他不遵从这个卫生局的一个安排，自己跑到这个就是台北市去了。那是不是这样就出现因为他就是坐计程车过去。那目前就是这个计程车的部分，当然我会去了解。那目前我想计程车大概都每个都有戴口罩了。那在这个部分应该是没有说所谓的破口。这样现在卫生局要处罚了，只是说对于他这样的一个行为予以处罚，并不是说有什么破口说这个事情他没有遵照我们这样的一个就医的规定，那基隆市的卫生局已经予以处分。
好，至于相关的时候在疫调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厘清。那至于到现在我想大概190几号现在已经过了，我们大概现在应该是到了200号以前的大概都过了我们的潜伏期了。好，想请问一下，就是补问一下刚刚的防疫旅馆，就是说防疫旅馆毕竟它是要付费，那如果有一些经济因素考量的话，它是不是能够自己选择到集中检疫所？这个会不会也是其中一个选项？那集中检疫所的费用是也可以免费吗？还是怎么样？有一些经济因素的话，可不可以想请问？当然，如果有特别的一些经济因素，我们还是有一些急难救助的方式了哈。那不过，我们大概在集中检疫所，如果可以申请，它确实有什么困难？集中检疫所，我们可以因为地域刚好说那个位置地方，它要住的地方可能已经没有了，或怎么样的一个安排的困难，那集中检疫所也可以备不时之需。不过我们集中检疫所的收费我们已经讲过了哈，我们大概就是非本国籍的就是4500块一天，那本国籍的3000块一天。那我们特别给我们的外劳的朋友们1500块一天，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费用。刚刚有问到一题说，有医师推估说现在台湾的高峰期疫情已经过了，那我们怎么看这件事？一则以喜嘛我们当然希望它过了，不过我们还是都提高警觉。今天有确诊0，我们当然很高兴，但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他现在就已经那个但我想说，我们就有一点小确幸嘛不好意思 ，TVBS 提问，想请问一下，因为台中有那个水电工表示说，居家检疫者请他到家里面去抓漏，那这样的情形，台中市卫生局是说无法可罚。可是呢，他进到这个居家检疫者的房子里面，那这个水电工，请问一下，就是这个居家检疫者是能有违法吗？他请水电工进去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想请问一下说，网络上面有人在教做那个阿中娃娃，想请问一下指挥官这边怎么看？谢谢。请教一下，他是有说表明他是居家检疫吗？还是？水电工进到里面的时候，然后后来他跟他说，我是居家检疫的最后一天 ，OK， 这样子。所以那如果说他们有，就是说都戴口罩，那也没有近距离交谈，我想这样是应该可以了。就是说他也有事先跟他说明嘛，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告知的方式。那再由这个抓肉的这个师傅来决定他是不是要帮他做嘛。我想这个这是一个算是相当成功的一个示范了。好，谢谢。长官好，3例提问哦。今天0确诊嘛，那我们大概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今天又是0确诊。当然中间的过程当中，我们曾经有1天27例，1天26例这样子的一个成长。那这个防疫的成效，我们指挥中心怎么看？然后我们做了哪些努力这样子？然后第二题是要问昨天珊瑚公主号另外3位有没有采检的结果？谢谢。3位结果没有那么快吧？前天有3个阴，那就没有在。那可能还要隔个几天我们才会做。好，那这高高低低，但我们现在还算是比较欣慰，大概就是我们的本土个案，大概仍然都维持的算是蛮低的了我们现在本土个案总共是55例嘛。那上个礼拜我们是3例，前面有8例、9例。其实那个状况都还好。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们整个在社区里面，应该是相对的还安全的不过我们还是要随时提高警觉。那前一段时间很高的比例，那都是因为境外移入，那国外的状况很严重，所以相对的进来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部长问一下哈，就是说今天 WHO 有专家在讲说，不确定这个武汉肺炎患者康复后是否能够免疫啦。那我问的不是复阳的问题，而是说他们现在有在提到说，不知道是不是有免疫力，会不会不确定会不会2度感染？那这是否跟现在流感一样，就是每年流感季都会那个流感病毒都会变，所以每年一直要打疫苗一样？我们有没有在世界各国有没有那个？相关研究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有这种情形发生？那假设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以后就算有疫苗，会不会也是要变成每年施打这样？谢谢。这因为是一个全新的病毒嘛，所以很多的专家都说还有很多事情需要研究了解。那包括我们也曾经跟大家报告说，身体出现了某些抗体，可是还是可以验出它继续存在有病毒。这当然也是对许多的感染疾病来说，它也是稍微比较不寻常一些哈。那这些说已经产生抗体以后，那是不是以后绝对完全可以不再2次感染哈？这里面要探究的事情还蛮多的哈。那通常在科学上，我们会希望能验证一种叫做综合抗体哈，是不是产生的抗体里面确实有把这个病毒可以综合的效果？那如果可以有综合的效果，通常就会避免再发生再次的感染。那要检验是不是有综合的抗体，这又需要比较特别的一些实验室的技术。那我们也正在努力做这方面的研究当中。那我相信世界各国也很努力在做这样的研究了。不过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正式的发表。好，那我们因为时间有限了哈，是不是我们最后几位？部长好，东森想提问是这个。前疾管局长有提到说 WHO 我们之前有这个人传人的提醒，但是 WHO 的反应比 SARS 时期慢很多，所以我们就好奇说这个写信的时候是谁负责撰写，谁负责传送，有没有一些 SOP 这个部分？那另外也想请问的是，有人说美国的部分回来的感染者比较多，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注记或是集体的检疫？美国、欧美回来的，我们是就是这个礼拜6起、临时起，就全部基本上那个几乎已经到达集中检疫的强度了。那刚才说那个 WHO 怎么样？有关送信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话，我们都是由我们有一个 IHR 的一个窗口，那这个都是我们的疫情中心主任来担任来做这个通信的一个责任以上。焦点事件，长官好。就是说这1个多礼拜以来，就是从4月6号以来，我们采检的人数创下了比较新的高峰。那不过从4月7号以来，我们确诊的人数都维持得很低，那到今天0确诊。那就是说不知道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有较高的采检量，但是有很低的确诊数，就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怎么理解它？那第2个问题是说，4月1号的时候，部长当时表示说会把重心放在加强居家检疫上。那不知道说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嘛？就是说面对现在这个入境人数很低，然后有相对高的采检数、相对低的确诊量的时候，我们的防疫策略的重心大概摆在什么地方？以上。重心仍然这样，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礼拜来，我们所宣布的政策，从在入境那有症状以前是。采检，然后回去然后等候它的一个结果。那我们现在是从采检就到集中检疫所，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才让他走。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又做的然后接下来做就是说，我们希望在居家检疫中的人，若有不适合的环境的情况下，我们希望他能够如果不是家人往外住，就他个人往这样的一个防疫旅馆住。然后接下来我们到现在，我们就希望说，全部在登机前，一定要把他的住所能够做一个适切的安排，那也加重不符合这样规定的一个罚则。那全部我们都是在居家检疫这段让他做的，就尽量让他不要有破口。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在居家检疫的人，有可能是在国外有感染的情况下。然后再往外或他亲密的接触者上去传。
我们的采检数从清明连假以后就大量的上升，其实应该清明连假当中，其实就已经提高了哈，因为通常在假期当中，我们的通报或采检的数目是会偏低的哈。那可是清明连假当中，我们也都是维持着大概800到1000件左右的这样子，比我们过去的周末周日的假期来的都是高，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扩大社区的监测的通报采检嘛，就是有任何的肺炎或者是发烧、呼吸道症状，临床医师认为需要采检，我们都可以采检。那连假以后的第一天，当然就是从1800多件，然后1700、1600到1500左右。那在刚过去的周末周日，当然也稍微低一点哈。那可是昨天又一样，又高到1300多件的采检。那这个就是一方面，里面包含着所谓的符合通报定义的采检，那就是都有这个国外旅游史，那在居家检疫、居家隔离当中的这些个案，那任何的症状，那就是符合通报定义，我们就采检。那此外，当然就是社区里面的没有旅游史，这个我们是担心，为什么要这样扩大的社区监测？就是担心大家过往讲的会不会有轻症无症状者没有被我们筛检出来，而在社区里面有可能造成传播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就这样的一个扩大社区的监测。那这么大量的一个筛检里面，可是我们还是抓不到有，就是像部长所说的哈，那我们的社区环境里面相对的，我们认为是比较安心、比较安全的哈，并没有病毒一直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散播，所以这个采检数量变高，那阳性率还是很低，那其实就代表我们的社区环境里面相对是安全的。可能没有这么多人可以问，所以重复的恐怕就没办法。请教一下指挥中心，我们这个登机前的居家检疫资料有没有一个格式？就是说它需要到底有出示什么样子的证明，或者是说要填写什么样的资料？有没有再确切一点的？比方说公版的格式，那到最后是要由谁去审核？是由地方的什么里长吗？还是说我们会派人怎么样的去查核呢？相关在登机前的，我们就会请我们交通部在登机前的时候，让他去填相关的这些的，他已经准备好，到底要家里住啦，还是要检疫旅馆？那地址是什么的地方？那个在我们的那个居家检疫的通知书上面也都有相关的一个资料在。好，那我刚才讲，这是还是一个以诚实、责任自负的一个原则来做。好，大家也知道说，事实上还是有一些风险在的啦。好，这是要帮助他们能够这样子不要再往外传。我们的居家检疫的一部分大概有从境外移入，大概您说也有17个是亲密的一个接触者。好，我们大家看看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外进来的有300多位境外移入，那他亲密的接触者就有17位是这样子被感染到的。好，那实际上后来进行居家检疫之后，也还有4位。是被这样子的一个传染到，那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我想虽然数目不是很大，但其实我们全部的数目也没那么多嘛。像我们的讲这几个17个，我们境内的按本土的案例才55个，这样已经占了相当多的一个比例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做到更好。想请教一下，刚刚是说，之前刚有人问说，就是从欧美回来的时候，从本周6就是已达集中检疫的强度，那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不是直接就譬如说纽约回来的直接集中检疫，像之前可能武汉回来的人一样？然后另外一个是想要请问说，为什么是从本周6开始，而不是即刻进行呢？谢谢。对，你问这都是我们这个在实施的时候，根据我们的能力跟需要，找出一个适切的方法来做。好，最早我们也许都把它送到医院去。好，当然像我们知道这个住院的时间长，我没有办法这样做。那第二个检疫的场所，若一天进来，我们就讲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是300-400个人，我们抓一个400人好了。那居家检疫14天，
那我们就要有一个5600间的房间在。那我们居家集中检疫所现在我们才200，好，那还有几百间是要留给武汉这回来的，好，还有这个是移工的，还有一些趴走的，好，所以我们大概有1000间。好，那1000间的量呢，没有搭配这样民间的检疫的旅社的话，搭配在自主好的一个居家的一个环境情况下，我们做不到这样子嘛。好，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法，让他家里确实能够做得很好 ，OK， 就留在家里面。好，按照家里面环境不够，他就到我们的检疫的旅社去。那检疫的旅社现在陆陆续续在布建中，好，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了。指挥官，不好意思，想请问一个小问题，就是说，那关于昨天我们有确诊4位是从珊瑚公主号回来的确诊者，那今天早上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有提到说，可能会针对这些明知搭邮轮已经有特定风险的人，还要去搭邮轮的状况，要给予一些处分或处罚。我不知道说这部分我们指挥中心大概什么样的考量？谢谢。当然就是说那个院长大概有2个嘛哈，一个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像安尼家己拢无被注意哈，增加社会这个负担嘛。好，另外针对这个393，他也讲就是说基本上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台湾来嘛。好，大概经过这样的2个情况，那我们也很清楚看到就是说，好，它是符合大概我们第58条吧哈。好，大概这样子出入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区域，好，那我们就是得征收相关的费用了。那治疗的费用我们不会收了，治疗费我刚才讲过，不论是国籍不论什么情况，只要在台湾有确诊的话，我们都是用国家的力量来帮助他。所以，但是呢，集中检疫的费用我们是要收的了。好，那另外采检的费用我们是要收的了。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里。好，谢谢。